全台大罢免第3阶段中选会宣布，第1波有24个国民党立委甲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罢免案审案会伫咧7月2日进行投票。以色列参伊朗开战1礼拜，有风声传讲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批准出兵去拍伊朗，不过白宫是讲会伫咧2礼拜内做决定。泰国总理贝东丹打电话想要透过韩民岛交情袂歹，柬埔寨前总理来化解边境的冲突，这是引发国内的批评贝东丹侮辱国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林雅纯。咱今日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到这以色列参伊朗的冲突。伫咧以色列这边是去空袭伊朗的核电厂核子反应炉，因为伊朗嘛锁定以色列的军事情报指挥中心来攻击。双方已经开战1礼拜，伫咧以色列至少造成24个人死亡，伊朗嘛有超过600个人过身。有风声在咧传讲，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批准派兵去拍伊朗，不过白宫这边是讲会伫咧2礼拜内做决定。以色列军方19公布引爆阿拉克一个淡水核子反应炉的影片，伊朗首都德黑兰警报一直在亮，而且透明空中拢出现防空系统炸飞弹的景象。 חיל האוויר ממשיך ותוקף ומעמיק את הפגיעות בכלל הרכיבים כפי שהגדרנו במטרות המלחמה. פגענו באתרי גרעין, גם בבושאר, גם באספהאן, גם בנתנז, ונמשיך לפגוע גם במתקנים אחרים. 以色列中部一个城镇科学园区的军事情报营和军事指挥所，是互伊朗的飞弹和无人机锁定。瓦特拉维夫的一个主体区有几啊栋建筑轰爆甲密密麻麻，双方开战1礼拜，以色列方面至少24个人死亡，200多个人受伤。总部伫华府的人权团体讲，伊朗境内至少有639个人死亡。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迄天在巡视南部城市贝尔谢巴防空袭的地点的时阵，甲德黑兰呛声讲，因会为这来付出重大代价。אני אמרתי שאנחנו נעשה כל מה שצריך בכוחות עצמנו כדי להגן על עצמנו, ויש לנו את היכולת לעשות הכל. אבל אנחנו גם מעריכים כל החלטה שהנשיא טראמפ יקבל. הוא יעשה מה שטוב לאמריקה, אנחנו נעשה ואני אעשה מה שטוב לישראל. והשותפות בינינו היא מאוד איתנה. 美國媒體掌握嘅消息，講川普已經批准出兵伊朗嘅軍事計劃。白宮嘅發言人利維特19號媒體一直問到這，表示川普會喺2禮拜內做決定。Would the president go to Congress to seek war authority? I'm not going to engage in hypotheticals. I gave you the statement from the president. He'll make a decision within 2 weeks. 伊朗的副外長哈蒂博扎德喺接受 BBC 嘅訪問嘅時陣指出講，美軍若是加入以色列，會讓規個地區都陷入地獄。佢講外交是第一選項，但是喺空襲行動持續發生嘅時陣，伊朗是無法度開始任何談判。另外一方面，英國、法國和德國3國嘅外長20日喺瑞士嘅日內瓦和伊朗嘅外交部長阿拉格齊來會談，想要透過外交手段來降低區域嘅緊張。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譯。 為着核武的問題，以色列參伊朗來開戰，上大的目標就是伊朗秘密建造的福爾多核子設施。根據美國華府智庫估計，伫遐有材料製造的濃縮鈾數量會當做出9粒的核彈。不過以色列若想要來甲摧毀，嘛無遮爾簡單，因為這個核子設施是藏佇咧伊朗山區地下80-90公尺深的所在，空襲碰袂到。不過專家認為，若是美國動用碉堡砌車這款炸彈， 都有可能來破壞福爾多核子設施，所以在美國到底敢要插手，受到各界關注。 美國總統川普表示，會喺未來2禮拜內決定是唔是要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不過，外界關心的焦點之一是，伊朗早喺2002年就開始秘密打造福爾多核濃縮設施，這是伊朗製作武器級濃縮鈾的地點。2015年，伊朗甲西方達成的核協議當中，早就明定禁止伊朗喺這個所在繼續進行鈾濃縮活動。不過，即馬喺福爾多設施內已經有2700台離心機。 其中有350台已經是上先進的機型，而且已經甲鈾濃縮到60%的純度。雖然軍事分析家普遍認為，全世界都敢若美國有碉堡砌青這種重型鑽地炸彈，會當摧毀藏佇地底的福爾多設施。不過美國是唔是要出手，目前也看袂出來。 Is the destruction or the dismantling of the Fordow nuclear enrichment center, is that a prerequisite for a deal? Is that a red line for you? No, it's just something that people talk about having.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have the capability to do it, but that doesn't mean I'm going to do it at all.
其实外界对于福尔多设施的了解，全部拢是为2018年以色列情报单位所偷摕一批伊朗文件。其中显示，伊朗准备伫福尔多设施生产武器级的铀，而且目标是当年至少做1粒至2粒核武，因为伊的位置正深。卫星的影像嘛，敢若看到伫伊朗圣库姆附近有5条崩坑软入去山面，也加一座可能是崩坑入口的白色四角形建筑物。The U.S. imposed significant sanctions on the Iranian economy. Iran has escalated by advancing its program significantly. It is enriching uranium at higher levels. It has amassed more centrifuges, while intelligence agencies say that they do not believe Iran has decided yet to weaponize its program. It is certainly very advanced and dangerously close. 美国副智库科学家国际安全研究所 ICS 最近的评估，伊朗的福尔多核设施已经会当伫3礼拜内，将现有的60%浓缩铀库存转换做233公斤武器级的铀，会当做9粒核子弹。这就是安怎福尔多设施以色列感觉真刺激，设法要甲完全毁灭的原因。公视新闻洪如梅编译。来关心国内消息，全台大罢免进入第3阶段。中选会宣布，第一波有24位国民党的立委，也阁有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罢免案成案，会伫咧7月2日进行投票。因为各地罢免也继续在进行攻防。罢免国民党立委罗明才领衔人是伫咧网络来发表被自杀的声明，讲伊去受到恐吓。因为罗明才是呼吁罢免团体唔通阁出后步。针对全台湾立委的罢免案，中选会20公告，包括鲍坤琪、齐卡心、王宏维在内，拢总24个国民党的立委，甲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罢免案成案，进入第3阶段的投票。投票日定伫7月2日。另外，南投马文君甲尤浩这2案，也伫县选委会补件审查当中。也若当伫补件期间呢，包括台中颜宽恒、杨庆英、江启臣、新竹县林书明，也阁有新北罗明才等5案。没到界选不能忍，同意罢免民才滚。800支罢免团体联合召开记者会，批评乌道介入民主运动，因为罢免拿赢立委罗明才代表人17发出未自杀的声明，讲伊去互恐吓。警方第一时间介入，加强巡逻。即马当地补件期间，罢免团体是搁一概发声，叫罗明才落台。我们是正义的一方，要和恶势力来对抗。选举后部就搁出现啦吼，那选举你就照规定要怎么选，把你的理念清清楚楚的告诉大家哈。背回不实的谣言，罗明才搁一概唱歌回应。也若罢免拿赢立委齐卡心的代表人周兴成，是一直话讲要甲对方公开辩论，不过双方针对地点甲形式是一直敲袂好势。我今天呢就会把这个邀请信寄到反共什么护台什么联盟的他们的办公室，让曹兴诚先生6选1，不可能6选1你还选不出来吧？辩论对徐小青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啦。那他提的这个六个地方，坦白讲都是一样的，他基本上都是一些相对亲中亲蓝的一些选项。不过，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19日华联宣讲。以员工忠义的精神，这个拿赢立委鲍坤琪对国家不忠不义，鲍坤琪嘛出来反击。民进党应该适可而止。赖清德总统这次推动大罢免，不止违反全世界的民主常态，而且呢，除了把灾区当秀场，竟然也把宗教当作一个斗争的舞台。林佑昌20日人面册呼吁人民站出来，因为过去鲍坤琪捌讲到顺我吃枪，逆我吃亡。这个宗教当作是统治华人的工具。记者综合报道。伫咧19暗时7点左右，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摄影机有翕到空中有一撮奇怪的光线，这是引起各界的议论。看这到底是不明的飞行器，也是军舰？不过经过东管处表示讲，这经过比对，确认是对香港飞来华联的班机。画面内面出现一个光点，一开始无遐尼光，后壁是愈来愈光，佮出现地站停止，也是一个啊光，一个啊暗，甚至海面佮出现倒影。这段画面是出现伫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集成影像，一出现就引起民众的讨论。实在是太奇妙的东西，那几秒而已，然后几秒就不见了，它很大的一个物体。
根据即时影像显示讲，时间是19暗时7点左右，迄间空勤总队和空军拢无勤务，嘛无暗时巡逻的任务。摄影专家对画面来研判讲，这敢若无像一般的飞行器。因为我们旁边看到也有月亮的那个倒影，什么都很清楚。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在海面上那么低开这种灯。是除非它有很特殊的需求。摄影专家讲，对光度和发光体伊本身的光度来看，敢是飞行器还是船舰，搁要进一步来确认。飞行系学者是认为讲，即时影上镜头的位是拄好对着花莲的大石片海峡，嘛确实是伫个机场的2号场航路顶悬，推测是当在进场的飞行机降落的时阵，光度是正对着即时影上的镜头。那实际上，在这个明亮的光点的左右两侧。隐约都有一些阴影，所以看起来应该是正常的飞机，白光非常的亮，很显著的情况下，那再加上整个背景的因素，所以这个俗称的左红右绿，基本上在这边就会容易被掩盖掉。那这次的画面，其实后来也有人帮我们查到，原来是那个香港到花莲的那个直航的班机，它刚好在那个花莲外海的地方刚好转弯嘛。东管处表示讲，当地本来就是民航机和军机进场的区域，经过比对迄当阵的航班，确认迄当阵都是隔空进场的飞行机当地降落，因为机北的信标灯和即时影像的镜头翕到，才会出现这个画面，嘛，互民众有遮尔济的想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早起9点外，伫咧交通尖峰的时间，高雄所有一个查甫人是骑奥多摆吊杠挡伫咧轻便铁路，就算移交来甲考坑，伊嘛毋走，影响到这列车慢8分钟。落尾是警方到场，甲这个查甫人带走，依照涉犯公共危险罪来送办，而且嘛要针对伊违规的行为来甲伊开罚单。这个查甫人骑奥多摆，伫咧轻铁轨道顶悬来去去。落尾手伫轨道顶悬唔离开，交通员去甲考坑，因为有一台轻铁列车要通过，不过伊刚刚唔离开，双方对骑超过10分钟。十字路口，然后一直在那边转，轻轨就停在那边，就没有移动这样。有一台那机车也是放在那边啊，你呀，那个轻轨有一直888。代志发生伫20早起9点外，拄好是上班上课尖峰时刻，这台列车为苏州加上站等要离开，煞拄到这只奥多摆挡伫轨道。地速列车慢8分钟。行控中心请移交跟保全前往劝阻。摩托车虽有部分移动，不过仍然有影响行车的风险。最后在9点11分，列车有慢速通过。这个查甫人要离开的时阵，还阁徛去列车头前，列车就要阁一摆停落来。落尾手这个查甫人，互警方带离开现场。不过面对警方问话，伊是一句话都唔讲，嘛无法度交代是安怎会停伫轻铁的区域。因轻轨属于大众捷运系统范畴，本分局依刑法第184条第1项，妨害舟车行驶安全罪，将林冉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他要跟那个轻轨对视，太危险了吧？而且也是违法。警方表示，这个查甫人除了涉嫌犯公共危险罪以外，嘛违反骑车无按标线、无照规定使用灯光、甲非突发状况，煞是骑的就暂停伫咧车路顶悬等几啊项道路交通条例规定，会甲这个查甫人开4张罚单，计共是43000字的罚金，而且当场禁止伊骑车。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着以色列参伊朗的战火，或者百姓的生活是拢真歹过，随时拢咧烦恼有飞弹空袭，所以伫咧以色列有真侪人惊袂赴走去避难所，规起规家伙带去住伫咧地铁站内底。附近的居民毯已经换铺毯啊拖行李，甚至有人牵因兜的狗仔猫仔入来到地铁站。月台顶悬已经有几啊个家庭，甲米被是铺伫个月台上边啊遐做眠床、升降位。这是伫以色列特拉维夫无偌远的拉马干市，差不多200个人选伫遮困一暝，都是为着要闪伊朗的飞弹有可能阁飞过来暗暝。That's the first one night that we will spend here, because actually we're not sleeping because of the anxiety and because of the sirens that are happening like during the night. It's very like scary to run every time to the shelter. 就算1993年以来，英国的建筑法规要求新起的厝必须规划一个安全房，外壁的高度至少要25到30公分，天棚要2.5公尺高，门窗要是更侪，等种种严格的规范，共款是无法度挡直接落来的飞弹。
根据以色列建筑协会数据，到2024年底，全国296万户家庭内面的56%，就是差不多167万户，因为是伫1993年进前就起好的，无安全防汤米。伊朗连续几天的攻击，已经造成伊国的境内几十个人死亡，几百个人受伤。对这选提前避难的人来讲，地铁站可能无遐尼舒适，但是伊所有这个时阵，因上需要的就是安全感。公司新闻温凤仪编译。泰国总理贝东丹针对和柬埔寨边境的冲突，打电话想要透过韩民岛交情袂歹柬埔寨前总理洪心来化解这个危机。因过这段对话是去互人闹摄出来，因为贝东丹伫咧内底毋若批评因家己泰国的指挥官，佮甲洪心叫阿叔叫甲正亲，这是引发伊国内批评伊咧上软者侮辱国家，就连第二大党嘛宣布要退出联合政府。侪反对党的支持者伫办公的政府大楼附近大声要求总理贝东丹辞职落台。แล้วก็รัฐบาลนี้ก็มีการทรยศคนไทยด้วยการตั้งใจที่จะแบ่งแยกแผ่นดินไปให้เขมร。代志的起因是因为5月28，两国甲界发生冲突，除了双方的将领隔两天就协商同意退军。前总理戴克辛因查某囝贝东丹嘛伫咧幕后运用戴克辛家族甲洪心家族的交情，想要化解对立，和平来解决，所以才有6月15电话会谈差不多17分钟。不过其中的9分钟18去互流出去。对话内底，贝东丹叫洪心阿叔，还佫批评发生冲突迄当阵负责泰国军方的指挥官。It is a breach of diplomatic etiquette, a serious violation of trust, and undermines conduct between two neighboring countries. 反对党认为讲，贝东丹自头至尾拢对柬埔寨伤过软正，除了呼吁贝东丹要辞职，嘛发动民众的抗争，而且伫咧联合政府内底第二大党泰自和党上时嘛宣布退出。面对政治的危机，贝东丹除了公开会室咧，嘛强调以后主权。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ขอยืนยันอีกครั้งว่าทางรัฐบาลกับกองทัพเองเป็นหนึ่งเดียวกันก็อยากให้พี่น้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เป็นหนึ่งเดียวกับเราด้วยนะคะเพื่อที่จะสามัคคีเอาไว้ในชาติปกป้องอธิปไตยของเราไว้美联社报道指出，以戴克辛家族为主的维泰党，自来甲军方的关系较紧张。戴克辛内阁伫2006年，防军事政变推翻。因小妹英拉当选总理了后，嘛伫2014年拄到同款的情形。这场政治风波未来发展，军方的动向同款是关键。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有一个去英国留学的中国博士生，去年逼出连续甲女性下药啊性侵。今年3月，伦敦刑事法庭是裁决伊28项的罪名拢成立，即卖也判决伊要关规4人，至少要坐监24天，才有机会来申请假释。Sir, I'm arresting you on suspicion of rape, okay? Because it is alleged that on the 14th of November last year, you have vaginally raped a female at this address, okay? 对警方来引导掠人，表情是真沉重。伊是到英国读册，中国籍学生周金河，去年因为犯正惊人的性侵害的案件，被检调起诉。Come out so I can check the just allow something cover here. 周金河被指控伫2019年到2024年间，对10位女性是犯11件性侵害的案件，其他的罪名佫包括非法监禁。伦敦刑事法庭今年3月初5开庭，裁定伊28项罪名成立。6月19刑期出来，周金河被判终身监禁，伊就要坐监至少24年，才有可能来申请假释。I hope that today's lengthy sentence will provide a small amount of comfort as they look to rebuild their lives. They can be reassured that Zoe will no longer be free to harm women or subject them to the most horrendous sexual abuse. 今年28岁的周金河是对中国广东的东莞来的。2017年去英国留学，一路是读到伦敦大学学院的机械工程学博士班，真好的学历和背景，让人对伊是较无戒心。犯案手法定是伫咧社交场合，也是交友软体。熟悉被害人了后，伊就邀请对方去因兜来读册，趁机会下药啊性侵害。警方查到的性侵害的影片竟然有上千支。即马人面受审的周金河，甲羁押期间扣掉，佫需要封关要23年，才有可能假释。警方鼓励其他受害者放心出面来指认，研判真正受害的人数实际有可能有60个这么多。公司新闻温凤仪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阿俊，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